台中大理有一条路分隔岛，因为清洁队拢固定伫这个所在来收垃圾，平常时是风头弹真侪垃圾，所以当地环境是真垃圾。里长是定定去巡嘛爱民众唔通乌白等垃圾，效果嘛是无好。环保局就装监视器来加强处理。民众骑奥多摆慢慢啊挖进路口，探边啊拢无人，甲垃圾等的马上骑走。也有人开车颠倒向停伫咧分隔岛边啊，专门来倒垃圾。这真项的行为就发生伫咧台中市大理区土城路一位道路分隔岛头前。中秋节过两天早起还未到10点，现场已经有一座小小的垃圾山。这个真久后安尼讲也讲袂听，我哪法度？对无？真困扰。真困扰啊。第一就是臭嘛，第二是脏乱，再来就是老鼠多、蟑螂多。像今天礼拜3没有垃圾车来，腐肉的味道呢可能就会比较重，在半夜的时候都会飘上住户里面上去。附近的住户甲店家拢报案，环境卫生伤过垃圾，互鸟鼠甲家蛇愈来愈多，也搁定定有恶臭。当地里长表示，这是挖早市，摊商真多。这个路口中昼12点半的时阵，是清洁队来收垃圾的定点，但是民众甲摊商其他的时间也来乌白等垃圾。无定期骑扫苦劝，效果也真有限。我嘛是足头疼，你若检查骑铁马，骑迄个电动车，你无牌照，你无法度用牌照去开发它。本局已于现场架设监视器及进行宣导工作。截至113年9月，共开罚42件，新台币50400元。后续将持续办理取缔及宣导工作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，已经有装移动式监视器来处理。今年到9月为止，已经开发42件乱弹垃圾，总共开出50400块的罚单。后续会加强伫咧社区宣导，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。记者台中报道。